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珍携手台南市小护助善协会4日上午伫陈廷辉陈义珍联合服务处举办母亲节关怀弱势物资发送活动，准备了300份民生物资，要来送给北国的弱势家庭。希望伫母亲节进前为弱势族群送上实际的帮助，甲这里的温馨祝福。惜福慈善协会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做很多的公益活动，那这一次给我们服务处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来协助弱势，真的很感恩。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多的爱心，结合更多的力量，让我们这一块土地的一些弱势朋友不会感到孤单。特别感谢惜福慈善协会张美玲理事长率领所有的团队还有很感谢我们的和泰产险我们的林荣惠部长率领20位志工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服务处来母亲节前夕关怀弱势的活动也期待说让所有的弱势家庭在母亲节前夕能够感受温暖。协会嘛希望透过这次甲陈廷辉、陈义珍来联合关怀活动，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更多社会大众关注弱势族群的生活需求。这一次呢，特别选在北区这边由陈廷辉跟陈义珍议员来跟我们协助，一起来合办这样一个母亲节前夕的一个爱心的一个活动，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社会大众对于弱势团体的一个低收入户的一个关注以及照顾。那我本身呢除了在习武协会任职常务理事以外呢，也在和泰产险，因此呢也邀请我们志工一起来共同响应这样的一个善举。小护助善协会长期致力在关怀弱势、救难救助，未来也持续推动各个公益活动，让社会角落袂过孤单，共同传达爱甲希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